另外，今年的第4號風颱新樂克是咱氣象署自從1991年採用新制以來上強的4月風颱，好佳在是袂直接去影響到咱台灣。不過，佇個關島這個所在是帶來強風大雨，嚴重佇個做水災。今年地面上強的風颱新樂克14以超級風颱的強度掃過關島甲北馬里亞納群島，這搭的度假園區塞班島上界嚴重，新樂克帶來大風雨，引起嚴重的積水。Right now, we're hit with the super typhoon. Considered the largest typhoon I ever experienced it. And right now, we'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, hitting us hard. 有17萬居民的關島14進入一級警戒的狀態，出現停電甲淹水的狀況。2023年5月馬娃風颱也對關島造成嚴重的災情。北馬里亞納群島包括塞班島、天寧島等等14座島嶼，攏有美軍重要基地，居民差不多是5萬個。14開放學校提供民眾甲數百個遊客避難，因為新樂克結構真十尖，風颱目真明顯。美國總統 Trump 11已經緊急批准災難聲明，協助防災甲救災。This is strong. I would say it's super. I'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typhoon, during my career time in the law enforcement, but this is, one of a kind for me to experience. 新樂克是1991年氣象署用10分鐘平均的風速評定風颱強度以來上強的4月的風颱。歷史上以新樂克號名的風颱攏總有5個，其中對台灣造成大災情的是2008年9月的迄粒。這屆4月的新樂克風颱，預計15會對西太平洋往東北掛去，對台灣未造成直接的影響。公視新聞景觀慶編譯。